我是国3的时候来到富强教会，那王牧师那个时候大概30出头，王牧师很会运动，又很会唱歌。那王牧师娘美丽大方，又亲切，很会关心人，所以很难不被他们所吸引。在这一个小小的竹造布道所里面呢，我们的人不多。早上呢，跟阿嬷去扫完地之后，就会开始期待，哇，礼拜天呢，看到牧师的车子金龟车开进来，他会跟我们讲很多很多的故事，很多有趣的事情。然后讲完了，我说得加一句讲，袂使讲哦，袂使讲。这是王牧师以前最常讲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牧师若大家讲到这句话的时阵吼，阮大家都拢笑，甲拢东倒西歪。我记得他常常会开着他那台很大台的 Buick， 然后蓝色的，然后就载着会友远到台北马街去就医，再把他从台北载回来。我看到一个牧师很温柔、谦卑、信实而充满上帝爱的特质。这个特质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深深的影响我。我觉得牧师跟牧师娘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有非常多的信任，在人数不多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有很多服侍的机会，训练了我们很多的自信心跟胆识。牧师用他的一指神功，指挥着我们这些小萝卜头。今天的富强教会的圣歌队就是真的很棒。这本书是我们教会10周年纪念的刊物，是由我们王牧师他亲手来编辑的。发刊词里面写说，许多的伟大，许多的幸福与意义，常被人践踏于脚下。人们通常向着高处找寻，却忽略了躺在脚底下，身边四周极具价值微小的一切。我觉得这段话也是王牧师生命的写照。他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，参与他们的生命，看见他们的需要，付出他们爱的行动。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虽然遇到很多的事情，他们总是在我旁边告诉我，上帝最疼你的哦，你也知道上帝最疼你的。一直到我长大，他们还是这样子的对我讲，云芬你好棒哦，云芬你做得很好，感谢上帝让你们在我的生命当中陪我成长，谢谢你们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富强教会所建立的爱的基因的开始，也是我们现在富强教会很多的小组、很多的传福音，我们所具备最重要的爱的特质。今天的富强一直在传承这样子的精神，成为了一间活出爱的教会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年轻人，也追寻着富强里面非常美丽的榜样。王牧师跟牧师娘，我们谢谢你，使富强教会有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起点，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珍贵的祝福。谢谢你们，你们的生命，你们的信仰，深深的影响了我，祝福了我，很谢谢你们，永远爱你们。